大家好，我係 Carol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今年8月中至到9月中期間，先後接受過3次教練服務嘅經驗嘅。都好多謝為我提供教練服務嘅鄺仲安先生 Isaac 嘅。大家如果聽到教練呢，好多時可能會諗係一個好強勢嘅、好權威嘅一個人啦。咁佢呢會話俾你聽你要做呢樣做嗰樣咁樣。但係其實原來呢就唔係嘅。教練呢係一個呢陪伴我哋去揾出自己嘅盲點啦，自己想解決嘅問題啦，同埋自己去諗到解決問題方法嘅一個人嚟嘅。即係其實好多時佢係我哋隔離一個陪伴者啦，同埋一個提醒者嚟嘅。我自己咧，因為喺我自己開咗個頻道，即係說書頻道1年啦。咁睇嚟咧，就好似進入一個樽頸地帶唔知點樣發展好啦。同埋自己即係自媒體創業方面咧，都遇到一啲嘅迷惘嘅。咁呢3次嘅教練服務裏面呢，Isaac 其實佢就冇叫我做呢樣做嗰樣嘅，佢只係咧不斷咁樣去發問啦，令到我自己去睇到自己之前冇諗過嘅嘢，之前嘅盲點咁啦。咁然後咧就我自己喺呢3次嘅教練服務裏面咧，我會諗到我點樣去改善自己嗰個說書頻道嗰個說書嘅方式咧？點樣去再裝修下自己嘅頻道，令到自己頻道係吸引啲咧？甚至除咗做頻道之外，我又可唔可以做下其他嘅嘢，去幫自己即係喺嗰個自媒體創業嗰度可以做多一啲嘅擴展呢？咁樣好啦，咁呢3次嘅服務呢，對我嚟講都好有幫助啦。其實最近呢，除咗頻道之外呢，我亦都創建咗自己嘅個人部落格網站，係集中去講自學嘅主題嘅。咁都好多謝 Isaac 啦，令到我呢對於自己嗰個創業前景呢，即係個前路就更加清晰啦。